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医生甲专家烦恼，今年流感会大流行，可能有400万人会去患着，呼吁流感预防车爱录早注。918大地震，花莲玉里灾情上严重，必去的大路即马陆续咧破担仔架，倒去的楼仔厝今仔日嘛拆线。花莲春日国小因为学校有所在倒去的部分，即马当咧拆，一礼拜全学校拢改用线顶上课。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即届地震。灾情上较严重的所在是花莲玉里，不过花莲的富里灾情伫地震线即马才开始出现，包括东里村、罗山村，也阁有基拉瓜西部落，即马拢无水倒水通用。大路嘛必顺，地真大芳。真侪人家厝嘛，因为地震的关系有受损害，需要有人去斗相共。富里车头边的中山路，地震的时阵摇天喊地，民众护起脚赶紧走出来。小连锁的大地震，花莲富里乡的灾情豆豆来出现。受到灾情上较严重的是东里村，这内底有真侪老人。即马除了讲规村拢停水以外，有个人的厝内是安尼昏昏喜喜。停到即嘛，咱还未接起来啊！拢袂。啊，这是倒？古井，嘿，内底所有的物件拢变，花地拢无。好咧啦！有一号无的啦，逐号拢来了了。有真侪老人，伊根本就唔敢转去家己大个厝内，遮除了讲欠水欠物资以外，共款这个欠水，还阁有基拉戈塞这个部落，村内的这个阿妈土路，规个拢是必顺，还阁扑起来。有真侪围墙的阿妈土角，规个拢倒落来，还阁去扫到边仔的徛家。一直都有余震啊， OK， 太恐怖了。它那个路面也这样，整个都颠簸浮起来了。我们都吓到。镜头来到罗山村的产业道路，有真侪路规条拢出现足长的壁唇，当地民众规气家己开钱，找怪手来甲摊互平，安尼通互车辆会当过。因那村邻的罗山土煤锅火山，伫个大地震的时阵，共款有真侪土煤锅走出来。原本它就是很顺的，就这样小小的，一直有水出来这样子，但是瞬间一下，这些泥都是当天对，这个瞬间冒起来的。当地居民讲，伫遮住50多年啊，头一遍拄到遮尔大的地震，甲回想起来，心内还阁会错。因那罗山村的居民拄到上界济状况，就是因家的水塔倒去，无水通用。有真侪庄仔，伫个目前拢正需要各单位来甲斗相共，通投入较济救援甲定建。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随风震涌伫台东，不过花莲的灾情真严重，玉里的灾情上吃力。有一栋一贯道3层楼高的道场倒去，3楼变2楼，2楼变1楼。当地里长就表示，伫大地震迄一天，资本有发挥，尾啊发挥取消，家在身份有保庇，若无死伤会真严重。我这个安机会蛮啊做，3楼剩2楼，倒一半。天川导演4号话自豪讲，9月18迄天，大地震来伫强个猛，厝内新频道家具拢倒甲规涂骹。天川导演就位伫徛家后壁，轰隆的一声，3楼悬的道场直接往下面沉，只剩2层楼。大地震来的时阵，1楼的牛条断去崩塌，2、3楼直接往下面沉，1楼所有的物品全部拢往地下。即马看到的只剩庄仔厝遐3楼悬的建物，少1楼场面真惊人。当地里长表示，大地震迄天原本要举办一场百人发挥，好甲再取消。天天道院有打算是办一个200个人的一个活动因为某种原因暂缓的举行。如果当时是继续办的话，实在太危险了。里长表示，其实今年3月地震的时阵，道场的壁甚至牛条都出现毁损的痕迹。迄当时有报称官府也找结构技术勘验，然后续敢是有进行补强，就唔知影。里长表示，这栋建筑因为私人土地，一早自建自起，并无申请建造属于违建，好加在无上着无辜。即马已经是规楼已经报称官府拆除。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玉里市区倒去的楼仔厝，经过厝主的同意，伫地震迄一暗礼拜暗就开始咧拆，今日透早已经拆线，随铺担仔架路，今仔日路就会通。若台积电资产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今仔日冒专工去玉里关心当地人，了解灾情的状况。相关的机构驶去现场，赶紧要铺点架，家人详细修正车路。
这是9月18大地震，花莲玉里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倒去的所在。花莲县府伫得到处处的同意，20口早拆除完成了后，县府嘛赶紧铺点加。今天上午会完成路面的铺设，还有完成边线的这个标线，应该有上百件的这个路面下的我们自来水管的断裂的部分，所以自来水公司是请全力来赶快来查漏水之处。规模6.8大地震算断玉里，在伫土骹底自来水的管线嘛，几个所在闭起甲断去。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目前是采用减压供水，因为水量少，无一定有法度拍起入水塔，所以自来水公司派3只水车设加水站提供民众用水。另外，伫未影响消防救灾量能的情形之下，有派水修车提供何当的民众用水。除了透过媒体了解灾情，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20亲身去玉里关心当地民众。头一站是去上坡国小，舍不得吧？我来现场我会心安一点。那我相信有很多地方是政府，他们有政府的立场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有些人民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帮忙的吧。刘淑芬嘛去玉里消防局感谢辛苦的救灾人员。受到地震的影响，下过秀姑乱溪的玉里大桥，桥的引道两边边仔拢闭起。经过修理了后，第19路南的方向已经单线双向通车。考虑玉里大桥改建的工程发包，就要随处理。交通部已经请公路总局评估直接改建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那花莲玉里的春日国小受大地震的影响，校园有的所在倒去，学校就表示，这礼拜全部拢改用线顶上课。那今仔日台东甲花莲所有的学校拢已经恢复正常上课啊。有学校是趁机会先做地震的演练。经过礼拜日的迄场大地震，真侪囡仔拢讲，即阵心内也是感觉惊惊。用师生甲学生囡仔互动，规间教室敢若有老师一个人。因为几间学校因为地震损断了真严重，校舍甲走廊真侪所在拢崩起。考虑安全问题，花莲玉里的春日国小决定采用线顶教学。廊道那个工程大概今天晚上呢就会完工了哈。如果有教学上有问题的话，它其实可以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实施教学。校园内底是规个喧喧哗哗，还未清理好势，工程人员赶紧伫拆除，要拼一礼拜恢复实体上课。虽然外口施工的声是真大声，不过老师也是专心上课。学校户外空地啊，还阁会当看到布棚，因为有当地居民都惊阁有地动尾，唔敢当去处理。怕等下地震跑不出来。地震来了，好，我们要做什么？除了部分的国校啊受损真严重，采用线顶教学，亲像上坡国小20已经恢复实体上课。早起的时阵，校长亲身带大家做地震的演练。不过学生到学校了后，要是感觉加减会惊会烦恼。被地震吓到就对了。对啊。所以我会怕地震。就算讲学校已经恢复上课，也毋过也是有所在受到影响，亲像伫咧即间便所，大间马桶拢害起啊。便所的壁甲涂骹拢有bị损，有的教室的天幕嘛拢落来，已经紧急通知处理。一场大地震了后，大家是紧密咧做中间的工课，希望互校园赶紧恢复原来模样。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东，那亲像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台东市的中兴路一间加油站，伫昨昏尾暗仔油管破去，油流入去水沟啊，造成水沟啊规抓拢在喷火，甲当地人是惊甲要死，拢唔敢挖去。阁有一个负责人互火烫着伤，赶紧送上病院。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泡来拍火，嘛紧叫加油站甲源头禁起来，火才拍花。那即马漏油的原因也在调查。19尾仔下班时间，台东市中兴路2段大路边仔的水沟呛出大火，也阁发出起爆声，民众惊甲赶紧走去对面的大路，消防局也赶紧向水沟喷泼水，防止火扩大。这起火花技术台东中兴加油站地震过了后受损，油品流到排水沟，流去附近有3000多人的集合式主体区。经过归案，已经为排水沟抽出3.5公吨的油水，不过也是呛出真高插片的油气，让附近的民众真烦恼。那这样子还是很担忧啊，很担忧，还是很可怕。即马目前是无啥物代志，但是就是要注意火源。
排水沟仔油到22时也是抽袂完，唔知影涂骹底到底还阁有偌济油水，真歹估计。所以上福局派人背入这个来查看，才会当进行抽打作业。因为管线中间有一个沉沙池，那里面全部都是汽油，那我们想要确认里面的管线跟沉沙池的位置。发动大地震了后，台东出现加油站漏油的情况，加油站伫地震了后敢有安全？中油表示，只要超过震度4级地震的地区，拢会进行安检，符合规范者会继续供油。地震的震度超过4级，我们所有的设备，我们都要进行重新的检查、检点，作业都符合规定了，设备都 OK 了，就会继续发油啊。台东中兴加油站油槽目前已经伫中油的协助之下抽空，不过要等油气排空，才会当进一步检查，确定敢是这摆地震所造成的漏油。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地上18发生规模6.8大地震，气象局是研判讲6.8这个才是地震的主震。气象局今日嘛表示，地震尾对观测地震尾对昨半暝到早起10点，剩5摆尔，明显在收煞，看起来地震尾应该伫要结束啊。十八地震规模6.8地震过后，外界有人怀疑讲是地上断层引起。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表示，对19到大，除了观测关底被积的地震尾豆豆减少，推测已经到尾段，嘛维持这个大地震唔是地上断层引起的手法。我们在地质构造上面往这个地表下来看，震央或者主要震央群的位置，确实就不是，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地震确实不是发生在这个池上断层的断层面上。气象局表示，根据统计，主震头前的地震有73届，地震尾到20早起9点挂规模4.3。自主震前有几啊波地震的高峰，到主震后就豆豆转和。密集的地震尾应该要结束啊，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个大地震有牵动的效应。全台已经知影有36条的断层，其中台北的沙卡断层上互人烦恼。这种老旧房子大概有几10万栋。好，这我们叫做围绕的建筑物，就是那这个围绕建筑物，其实它就不堪一击就是了。尤其像今天这种地震的规模6.4，不要6.8，它这种围绕房子很多就会倒塌就是了。戴文山表示，因为这条断层是大台北唯一一条活动的断层，人口多，要地灾就要先预防。不过气象局表示，山卡断层是假断层，随时拢会丢裂，危险性较低。因认为100栋内未有活动，免受过烦恼。记者电话不离台北采访报道。其他消息，咱先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咱是新增加44500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68例，阁有33个人死亡。那疫情爆发2冬外，咱国内本土病例数伫今仔日嘛超过600万例。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上最新的说明。今天的 COVID-19 的确定病例，本土病例有44500例，境外移入有247例。死亡个案有33例。今天新增68例的中重症，死亡的部分有增加33例那年龄是在90多岁到60多岁之间大部分都有这个慢性病史。那我们今天没有新增儿童或青少年或较年轻的死亡或重症的个案。民众你在就是发现有这个类流感或是 COVID-19 的相关症状，当然第一时间可以先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快筛先筛检，那筛检的结果如果是阳性，当然就是依这个阳性的一个方式处理。那如果阴性的部分，那你也还有所疑虑的话，那可以带着这个这个阴性检测的结果，那去到这个诊所这边，那再请他再做评估。过去2年，事实上我们也在积极的给这个符合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的对象施打流感因此今年我们10月1号开始有公费疫苗的接种，那也鼓励所有符合这个流感疫苗接种的对象，那在10月1号的时候就赶快去接种。除了本土疫情，嘛有专家甲医生即马是较烦恼刷落来流感的大流行，因为疾管署根据监测资料，认为今年是 A 型流感的大流行。因为过去这2冬，大家拢因为疫情的关系，喙暗有挂条条，所以无啥人去患着流感。总讲流感伫今年倒伏，安尼今年有个应该有400万人去患着，所以专家嘛呼吁流感预防者爱量早注射。秋冬的季节就要到啊！
流感病毒又搁开始尿尿软。有基层的诊所发现讲，最近发烧、甲嗽等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增加，不过做新冠快筛却是验出阴性，真有可能就是去喂着流感病毒。有一种叫免疫负债，因为2年大家都没有流感流行，所以很多人的身上的流感的抗体几乎都是很低。新冠本土疫情上紧拜3、2、1会达到高峰，不过医师搁较烦恼流感疫情，因为疾管署监测发现讲，9月份第3礼拜监测到89例流感阳性，其中 A 型就占80例。按算今年流感主要会是 A 型的，在免疫负债，也就是放任防疫惯势了后，这款病毒可能会搁流行起来。恐惊会有400万人染疫，无注疫苗的人，同一个时间若去喂着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当中的比率会增加3成。那你大概可以估25%到20%的人口可能会被感染流感。那今年流感一定很有可能会跟 COVID-19 撞在一起，同时感染2个病毒呢，疾病严重程度会增加30%。黄立明强调讲，往年流感流行的季节是11月份，不过今年提早到位。加上咱国边境都要开放，今年流感疫情来了真猛，一定爱谨慎。所以呼吁符合公费注射资格高风险族群，为10月初1开始，会当注4价的流感疫苗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的大消息来关心墨西哥。墨西哥伫当地时间9月19下晡发生规模7.6千层的大地震，而且有发布大海中。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个人死亡，而且阁有建筑物受损害。那墨西哥伫1985年，也阁有2017年9月19的时，嘛拢捌发生过大地震，拢是伫9月19这天，才拄好嘛引起议论。一阵摇天撼地了后，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的街仔头已经有真侪人走出来咧避难，有人惊甲屁喘，有人赶紧打电话来问安，就连总统嘛走出来外口。Todo corazón, que no haya pasado nada grave. 墨西哥伫咧当地时间19个下晡1点05分发生类似规模7.6个大地震，震央伫咧墨西哥市西边400公里。加瓦太平洋的米切肯州科尔科曼市的南边59公里的所在，地震的深度敢若15公里深。美国的海啸警报的中心表示讲，墨西哥西部沿海的大都市伫咧入暝了后，有可能会发生海涌有3公尺悬的海啸，其中包含中南美洲真侪国家的沿海，拢有可能发生30公分悬的海啸。墨西哥捌伫1985年和2017年的9月19拢发生过大地震，所以伫19这天大地震来的进前，就有举办过地震的防灾演习，所以嘛伫咧全国单区地震的警报。想袂到演习无到1点钟了后，大地震真正发生，恐怖的历史赌场来引起居民的热议。Ya, o sea, es algo inédito, se podría decir, porque no es el primero, ya es el tercero. Entonces, como que es una tradición extraña, ¿no? Qué gran coincidencia, no sé a qué se deba esto, de verdad. 19这天的大地震造成真侪建筑受损，嘛有部分地区停电，佫发生真侪摆线尾动。伊的震度上界大的，还佫有5.3。伫曼萨尼的一间商场的壁倒去，造成1个人死亡。墨西哥捌伫咧1985年9月19发生瑞士规模8.1的大地震，有超过1万人过身，还佫有几落百间的厝倒去。伫咧2017年9月19又佫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造成主要伫咧这个首都墨西哥市，差不多有370人过身。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镜头来去伊朗的首都，伊朗首都德黑兰有一个日会的库德族的查某囡仔，因为伊的头巾无安好势，全互宗教警察抓去，伫警察局混袂3天，尾也死亡。消息传出来了后，有引起当地人的愤慨甲愤怒，走上街头抗议，嘛甲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上无有5个人死亡。伊朗各大报18日头版前报就是这位穿乌衫的22岁女子玛莎·艾米尼，伊来自西部库德族区的盖族市，13伫德黑兰地铁站活回，因为头巾无戴好，互宗教警察抓去。迄天就伫警察局分到送医，分袂3天，26不治死亡。警方讲，艾米尼甲其他的妇女等待过教育的时阵，突发生心脏衰竭过身。不过现场看到的人讲，是警方将伊来到警察来拍。艾米尼的父亲也讲，查某囝的骹腿有乌青。Hiç
ضرب و شتمی تا کنون از دستگاه‌های نظارتی به ما گزارش نشده. ما چون روی مسئله حساس بودیم که ببینیم اتفاق افتاد هیچ و اساساً وسیله‌ای هم برای ضرب و شتم و مفهوم نداره، یعنی اینا نه باتومی دارن نه وسیله‌ای دارن.艾米尼失了后连续3天，首都德黑兰甲西部靠着族区，拢有受起民众行就街路示威。马萨艾米尼波斯文的主题标签伫推特出现200万次，社群媒体也上传德黑兰大学4区位地区组织数百名示威者，大声喊女性性命自由的口号。另外一段影片是出现示威妇女将头巾摕落来，搁大声喊独裁者去死。伫伊朗通上记的是最高领袖خامنه ای。من وقتی اصلا این خبر دیدم صدام داشت می‌لرزید وقتی صحبت می‌کردم. چون یکی دو بار واسه خودم هم این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بود و داشتم فکر می‌کردم اگر این اتفاق برای من میافتاد مادر و پدر من چه حسی ممکن پیدا کنن. 这个事件也引起法国甲美国当局的关注。北京法检庭表示，因为无治好头巾就丧命，是对人权的一大侵犯。法国外交部长谴责逮捕艾米尼佮将伊拍死的代志，呼吁伊朗当局进行透明的调查。公司新闻王慧平编译。在镜头跟来咱国来关心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是发布调查，讲认同总统蔡英文施政的是占43.8%，若无认同的占42.9%，其实数字真晚。另外，联合报嘛有发表民众对目前两岸关系满意度的调查，讲无满意的有53%，比满意的33%加2成。长期关心蔡政府施政满意度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上新的调查，有43.8%民众对蔡总统表示认同，不过有42.9%的民众是无认同。两边的民意是正接近。民调主办单位分析，这可能甲总统最近的施政风格、国家安全、民主自由等等的施政有关系。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满意比不满意的只多0.9个百分点。蔡英文总统目前的声望是已经逼近一个新执政困境的临界点。另外，蔡英文总统两岸关系处理的满意度，认同的差不多是48.6%，无认同差不多是43.4%。另外，联合报最近嘛针对两岸关系来做民意调查，满意蔡总统处理两岸关系表现的有33%，无满意的有53%。另外，两岸今嘛需要维持对话管道的有83%，无需要只有12%。前民进党立委林罗水认为，相关的数字反映出民众期待更加稳健的两岸关系。没有感受到政府努力往这个方向上面去寻找，但是呢，这个坦白讲，国民党没有什么好可以借此幸灾乐祸的。国际政治的现实这个分寸很难拿捏。对这两份民调，总统府表示暂时无回应。另外，最近大动作反中的前联电董事长曹新成20号接受广播电台专访的时阵讲伊一直拢是独派，伊认为讲一中政策都是甲台湾矮化做地方政府甲家己消灭。记者张世阳、谢启文台北报道。最近中国的海客嘛，伫头对咱台湾的网站发动攻击。总统蔡英文参加2022台湾治安大会时，伊是强调讲，要做治安袂使定高机，治安就是国安，嘛爱甲国际上合作。另外，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举办进前，咱总统蔡英文嘛有透过影片向纽约的联合国社群发表演说，呼吁各国支持咱台湾参与联合国。中国海客一直对台湾攻击。进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来访问台湾，海客唔但来入侵看板，还佫攻击政府的网站。政府部门针对治安的攻击这款的代志，会刷咧来做攻防演练到年底。总统蔡英文伫进前发表，治安就是国安，即马更加需要和国际来合作，来组成治安联防体系。做治安不能够单打独斗，必须要依靠联防。政府正加快脚步，全力打造更完善的治安联防体系。Taiwan has demonstrated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it is a reliable partner and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参加2022年治安大会，强调讲台湾就是重要的治安合作对象。最近面对中国逐工侵权的威胁，还有军事恐吓、铺设地带的活动到影响力的操作，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人阁爱拍拼来对抗挑战。
W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do best is to divide and conquer. It is only when we work together and support one another that we can succeed in fending off the expansionist goal of authoritarian regims. 伫个联合国大会期间，总统蔡英文透过影片来向纽约的联合国社群发表演说，呼吁讲要团结对抗威权主义的扩张，爱来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共同来应应未来的挑战，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牵涉炒论文的风波退选，即马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嘛互周刊即马亚讲，伊博士论文真侪所在是抄注册会的研究案抑个论文。伊是强调讲，伊的博士论文用注册会的资料是合理的使用，伊嘛有公开家己的论文，欢迎大家去检视。我想请问大家，到底是大家相信《镜周刊》，还是相信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你是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我们的卫福部？你是相信台大，还是相信林志坚？论文风波持续发酵，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透早亲身出面背回，还佫提出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学论会会函，要证明伊的博士论文无任何抄袭的问题。根据周刊的报道，高虹安的博士论文直接使用甲其他注册会研究人员共同发表的研究案，所无写资料的来源。我是第一作者，我有我的著作人格权，同时我的著作权是合理的范围引用使用，这都没有问题。经济部委托资策会的计划所做出来的研究成果，简单讲，资策会拥有这样的一个著作权。高委员有没有向资策会在任何时间点有申请使用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作为他的论文？高虹安强调讲，博士论文引用注册会研究计划的内容，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范围。不过，立院嘛进一步提出质疑，著作权是属于注册会，引用应该提出授权的申请。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辛惠虹批评讲，伊是摕国家的钱做一个假生啊。拿国家的钱寄生国家，没有做出任何的引用跟任何的标注，那这个不但是骗了纳税人的钱，甚至现在还在新竹地区骗票。针对外界对于高虹安委员论文的各项质疑，那高虹安委员应该主动向校方提起学术伦理的调查，以昭公信。针对周刊指控论文比对了后，相像的比率有32%，超过标准。高虹安嘛反击，2018年到毕业论文的时阵，辛辛那提大学已经有放入去系统走过，相像的比率敢若6%。伊嘛公布伊论文的网址，互大家下载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地动，918大地动的震央是伫东部，也毋过即马西部台南的关仔岭、宝泉桥温泉的源头，互民众发现讲有冒出乌油，引起关心。附近的温泉业者是表示讲，照过去的经验，天气总讲有变化，也是有地动，拢会安尼生，这应该算是正常的现象。烧烫烫的土壤，搁咧青烟，则是台南关仔岭宝泉桥的温泉源头。不过最近煞互发现咧闻乌油，有民众是专工就山来看。是有听说，就是它的出水口会变重啊。对啊。所以你今天也是特别上来看看说。对啊，看看什么叫黑油啊。哦。有啊，旁边那个黑黑的，应该就是它所谓的黑油吧。21透早，乌色液体已经有较少啊，因为最近花莲台东拄发生大地动，都有人咧约讲可能甲地动有牵连。附近的温泉业者嘛讲，过去拄着天气变化或者是地动的时阵，宝泉桥源头闻出来水就会变较热，嘛会出现乌色的液体。有人讲是乌油，不过通常过一阵仔就会消失，而且大概时间拢无共款。我若知影讲足寒的是冬天吼，会来浮啦。气候在变的话，无讲常常安尼啦，几日就无啊啦。几日就无啊。这种现象平常就存在，平常黑色油脂会少量随着温泉水涌出，是属于自然正常的现象。台南市管理局表示，这土壤内底乌色液体袂影响到关仔岭土井温泉的品质。那台南市府目前正咧推送温泉美食节的活动，嘛袂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高雄盐埕区一栋卖40年的旧大楼，伫911大地震的时阵起即马是平伫边仔的大楼，因为产权有纠纷，一直拢无法度拆。
拜六礼拜大地震，两栋大楼即马外壁搁咧落暗门涂，引起当地人咧抗议。市府早起是赶紧派专家去现场看敢有危险。规栋楼向边仔歪去，搭伫隔壁大楼外壁，造成两栋楼外壁真侪所在破损。高雄盐埕区讲好四路这栋大楼厝龄将近40栋，估计大地震了后，就因为起气无搁大人，但经过顶礼拜的强震，隔壁栋徛好认为这栋楼敢若搁较起啊。到这暗无困啊，这个天光。不要说是地震那么大了，你要平常雨比较大的话，那些落石也就会掉下来。起气的大楼甲隔壁大楼拢是旧大楼，拄着地震也是落大雨，就不时有暗门土壁砖落落来。附近徛好唔敢行伫下骹的顶仔骹，但希望伊赶紧拆除。但着较真侪围绕大楼共款，伊嘛因为产权问题，封坑到今嘛。地主因为有些他地占多少，他他楼层占几楼层，就是这种关系，所以在他们互相告来告去啊。那这个几年前那个公务局建国处那边有来看过了啦，是以当时来看是还算安全。高雄伫去年社中社大火了，清查市内34栋围绕建筑要求改善，但这摆强震也是互未少旧大楼外壁壁砖落落来，徛好拢真惊吓。市府表示会搁加强这寡建筑的检查，针对围绕也是有起气、倒气风险的建物，加速都更加改建。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由于捌大地震了后，即马全台湾拢真关心地震的代志，嘛正做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国民党的蒋万安伫今仔日就发表伊的城市内在政策。民进党陈市长是伫面册打文章，讲要加速危险老厝的都市更新。若无当这黄珊珊是透过网络影片，讲要针对淡水河烟花5个行政区做防灾的途径。台东花莲大地震也引起台北市长参选人的关注。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第20发表城市内在政策，讲要提升灾害防治办公室的层级，扩大消防人员的编制，嘛提出都市更新政见，要为有公共安全疑虑的建筑优先做公办都市更新。透过公权力，我们对于危险老旧的建物要即刻的进行都更，而且我们台北市自己的公有建物开始，我们先办一个示范，鼓励市民检视自己的建物。无当一黄珊珊针对洪灾嘛，伫面册打影片，搁在说明家己的政策，要优先沿淡水河的北投、树林、中山、台东、艋舺5个行政区加速做都市更新。除了河岸要漂亮之外，其实河岸尤其是淡水河沿岸的这5个区，刚好就是土壤液化侵蚀区。所以我们提出的这个是为了解决安全的问题，再解决美观的问题。民进党陈市长19号嘛伫面册打文，讲要降低公办都市更新的户定，伫4档之内核定2成，嘛会成立都市更新专案小组，提高行政效率等等，加速对危险老厝的都市更新。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大丰也有 TBC， 最近拢有向 NCC 提出申请，讲因要甲55台 TVBS 新闻台换做假电视的新闻台。国民党团伫今仔日敲说政府，讲因要甲新闻台全面买收，变做青色的新闻台，嘛呼吁 NCC 爱有站责。NCC 是表示会依法审议，因无立场。有线电视系统的业者 TBC 因为和 TVBS 的委托的代理商中嘉集团协商，诉求收管费的合理性，因为双方继续讲袂下 ，TBC 进前和另外一间业者大丰，甲 NCC 提出刷台申请，希望会当甲55台为 TVBS 的新闻台甲换做假电视新闻台，引起各界注意。国民党团在这里强力警告 NCC 悬崖勒马，不要沦为蔡政府的 NCC。假如 NCC 同意让静电视入主55号这个频道，不好意思，就是狸猫换太子。国民党团第20大动作举行记者会。考说民进党若是甲 TVBS 真正甲换去到158台，安尼就是甲新闻台全部劣化，爱 NCC 都爱小准则嘞。都只是2个系统业者，他们因为跟 TVBS 的授权谈判没有谈妥，我会觉得主管机关应该要慎重去处理，不要让 TVBS 的
信用度啦、收视率都是全国很高的。先不管它的内容是怎么样，不是主管机关可以闭着眼睛说，我完全依照你业者那一边，他还是要去考量消费者的权益。学者认为讲，虽然目前是两间业者提出，不过 NCC 就要考虑到 TVBS 的收视权的权益，袂当凊彩来处理。因为 TVBS 是表示感觉真含，对无顾到民众的收视权益的要求表示遗憾。NCC 回应讲，一切会依法来审议，袂有特定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国中老师，和3个加贵学生指控讲伊共性侵害。今仔日佫出现第4个亲像是受害人，因为即摆也在追诉期，所以台中市教育局嘛甲即个案移送法办。台中龙事案又搁再扩大，台中市府日前针对这名教师在警加过3间国中全面普查，发出2053份的问卷。顶礼拜为回收的问卷当中，出现一名学生自称10多年前曾经受到这名教师性侵。教育局20号早起证实，这也是本案第4名疑似受害者。是我们在补发问卷之后呢，那么其中有一位呢，那回信里面他自己有谈到那这个部分呢，目前由学校呢，在并案处理当中，那教育局呢，也表示关心。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相关的资料呢，移送给这个地检署来侦办。因为疑似受害的时间点，伫咧刑法公诉罪20年的追诉期之内，这也表示若是受害事实确定，检方就会使依此提起公诉。不过，人本基金会认为，市府目前收到4名受害者信评申诉案，除了下女已改聘老师结案，其他3案是另组调查小组并案处理。恐惊因为无法度了解代志的全貌，来造成无共的调查结果，应该由同一组的调查小组并案调查。一直以来都要求要并案处理，但是并案处理的方式是要用原来的调查小组来进行调查，而不是另外组一个调查小组来调查。因为原调查小组才能够了解梳理整个黄师的犯案手法。教育局强调，目前敢若回收600多份的问卷，后续收案也会持续来移送法办。原本是建议，真侪学生当年拢是跨区寄户籍来读册，代志过了几多年，寄问卷定定拢找无人，会使直接将问卷上网络公开，才会当有效扩大调查。记者台中报道。咱国军为着要展现掠毒品的决心，国军嘛有掠毒犬，靠狗仔好骗师，会当骗出毒品。普通时啊会伫各地平安营掠毒品，甚至嘛捌针对教育调集训练的时，伫后备军人的身躯骗出毒品。这骗一个，遐骗一个，领警员牵一毒犬瓦卡，时刷伫十卡箱仔内底，认真来敲揣，乖乖坐好势。这就是代表讲，因找到毒品，这是缉毒犬因的基本训练。不闪电甲毒品藏伫个某一个官兵顶悬，抑阁是秘袂过这个缉毒犬伊安尼骗会着。县指部伫个去年有编缉毒犬分组，属伫个树林台中。高雄、花莲来协助宪兵队来查毒品的任务。缉毒犬甲领警员因斗阵3个月来培养斗大的配合。国防部伫今年杀毒新制调校，宪兵队过来采取无预警的方式派出缉毒犬来到调场咧查，有查到2个调查员，亲像是有毒品的气味，嘛有甲验肉确认讲有大麻的阳性反应。基本上，我们跟犬只的互动。跟家犬的差异是，我们不能给它平时在过于太多的溺爱，因为要保有它在执行过程中跟搜索过程中有频繁的就是不同的差距，让它会觉得说，在跟你搜索游玩这件事情是快乐。缉毒犬嘛通协助司法案件，宪兵队加入缉毒工课，配合检调来破获毒品的案件，有查到各类的毒品264公斤。图书馆来得到今年全国反毒的有功人士。我认为这个奖项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宪兵的，因为我们执行案件不可能单靠一个人去完成，全台湾都有可能是宪兵都可以去做承办，而我们全台湾各地都有设置有宪兵队。县市部投入毒品的防治，办理毒品检验，拢总有174件达成找毒的源头，才来侦人的这个目标。
通来阻断毒品的源头，展现国军反毒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分林未了的后安川后高桥，因为大车出入，桥面即马是出现一个2公尺宽的坑，而且桥梁的钢骨嘛生鏽，即马互县府来做危险的桥梁，打算要用3个月时间卡掉定起。根据统计，伫分林县内，即马阁有80座桥要修理，县府讲会去争取经费，赶紧改善。桥顶破一坑乌人人，技术用笑一个牛落。这个坑超过2公尺宽，下底更紧生鏽长期是看现现。伫未了后湾村，这条河高桥是村民大家拢会出入真重要的桥。不过最近哪像是较侪大只车来去，所以怎立去嘛紧急封起来。影响真大哦！这一日大侪人咧架，啥物咧？这桥算我啦最久啊啦吼。啊，我都承受伊这重量吼，重的啊。这条桥历史偌久啊？我听因讲风头同无要30-40年以上。30-40年啊！哦。当地村长讲，这几年来因为附近的渔温当伫咧吞吐，所以真侪沙石车甲大只车出入。这条桥未及你这车的重量，怎立凹破坑，目前已经封起来。县府派人去现场勘查了后，已经来做是爱随派人来修理的桥。那它采双神经也是用4分钢铁哈。那以现在的我们921以后的新的设计规范，它是不足的，会采取紧急的设计附件方案哈。那我们准备把整个桥梁重新打掉重做哈。那预计3个月内我们完成整个附件工作。工务处表示，针对最近真正发生地动，县内伫2019年捌做桥的清点佮检测，其中有16条桥爱随做修理，即马拢已经修理好势或者是重建。也若伫1年内需要检查修理的桥有323条，目前已经改善243条，也阁有80条桥还未修理。接下会持续甲公所争取工程经费来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那彰化市的教育大楼去年6月底火烧厝，造成4个人死亡。彰化县政府嘛委托专家鉴定这个所在是危楼要拆，验工程已经发包啊，毋过还未拆。顶一日地动惊危险，彰化县府即马伫今仔日赶紧叫人来拆，未来拆煞这个所在会起新的大楼。工程人员出入准备动工，彰化教育大楼周边菜围篱啊，怪手嘛开始进驻。彰化县府表示，拆除的作业顶个月初2发包出去啊，9月20这天要正式动工。怪手还有大钢牙的部分都会先吊上去顶楼，然后逐层去做拆除。天照技师的部分会做监测，那基本上是每一周我们都会请监造单位要做一个地震的一个对建筑物的影响的一个监测记录。彰化市教育大楼去年6月30日火烧，地死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教育大楼外口阁会当看到火烧过号。彰化县建设处请建筑师工会来鉴定，2楼甲3楼已经有空鼓力落落来，钢筋看现影响到建筑的安全。虽然会当透过内地动来补强修复，不过因为大楼伫市区，惊会发生危险，工会建议拆除停起。用补的形象也补不太好了然后结构用补的，好像大家也没办法齐心协力嘛，整个都更政府的奖励容积率那这样来把它都更起来。旅馆的负责人表示，教育大楼的所有权人已经成立经审会，嘛达成要登记的共识，预告要起地下4楼、地面20楼的新大楼。若最近接地动，彰化县府初步评估无物件落落来，或者是即时危害，不过嘛会赶紧来拆除，避免造成灾害。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当地修订的气候变迁应应法草案，和民间团体绿色和平批评讲，上届要紧碳汇的政策目标无明确，嘛无定价的标准，也有原则，互人质疑讲，这个收碳汇的制度，哪亲像有通化解的空间。关系到国内减碳大计气候变迁应用法草案，目前在等待立法院开议了后进行政党协商。不过，绿色和平指出，草案当中碳汇政策目标不明，无定价原则，权责甲用途无清楚，和中小企业无所适从。每年之后，可能会有数百亿的金钱呢，都是笼罩在一个
非常巨大的黑箱当中，所有人都会陷在一个碳焦虑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会在伫记者会顶头，台中中小企业协会指出，台中市光学镜头、金属加工工具机、自行车等各种产业的重镇，长期以来嘛拍拼投入节能减碳的工作，但投资设备减碳成本非常高，希望政府会当补贴。你要去设一套设备，那个1000万，可能就是另外一家新的中小企业的资本额啊，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负担呢是相当的重的。对此，环保署表示，碳费是以先大后细分阶段征收，征收了后会依法来运用，接受外界监督。有关碳费的费率会等补法通过了后，以资法来定。征收碳费的对象费率必须要考虑我国目前的温室气体减量情况、排放源类型。还有过去的一些减量成效等等，而且要定期检讨。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碳问题，环保署表示，年中已经举行过6场座谈甲业者交流，将来会继续来加强辅导。记者林俊丹从回台北报道。屏东满洲的歌谣、思乡曲、苦劳歌、酒牛调，拢是唱出早期台湾人在过日子，也有工人辛苦的心情。即马满洲民谣协进会替这传统曲写新词，希望经典歌谣透过新歌打进现代人的生活，互歌谣会当继续流传。美妙的乐器音乐声、传统的曲调。满洲民谣协进会张金贵女士当咧按照满洲民谣5孔小调，这款5孔小调，佫互人号做苦劳歌，是早期做工仔人消透心情所唱的曲调。5孔小调，它原本它的本名啦，就是迄个苦劳歌，苦劳就是以前长工在唱的啦，叫做等岗咧唱的歌啦。后来他们就是说又给他改，但是那个音调是不变的。英国善家人为着过生活，互人袂去好野人斗做长工，做事的苦楚、想厝的心情，敢会当透过唱歌来化解。时代演变，做人路财的代志渐渐消失，5孔小调的歌词嘛对咧变化。即卖创作者甲家己的生活故事写入去词内底，然后传统民谣更加活泼，嘛为传承找到新出路。曲调其实不会变，词一定会变，因为词是根据我们的生活历练下去做撰写的。那早期先民们他们可能辛苦工作，所以他写的词就会比较悲苦一点，然后或者励志人心一点。那现在小朋友的话，因为我是写我的心路历程，可是我是一个开心的长大，那我可能在创作上就是比较开心的词。满洲民谣当中流传济世代的思乡曲，就算唔知影歌词嘛，人人拢捌听过。这款经典的曲调加上创新的唱词，记录大家世代的生活风貌。满洲民谣协进会总干事黄素清就讲，希望经典加上新创作，会当互更较侪作品流传出去，互满洲民谣的文化代代传承。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培养咱台湾的影视人才甲拍电影的人才，教育科技大学伫中台湾影视基地办工作坊，针对美术设计这块来教。希望互学生透过动手做，对电影的现场有更较侪认捌甲体会。学生伫房间内底真专心咧听讲师讲拍电光的美角，这是中台湾影视基地朝阳科技大学伫遮办10日的工作坊，去因8间学校无共科系的人同齐来交流电影、学习技术，互学生对上课本电影调查开始，落尾亲手甲布景搭起来。做场景或者是怎么去处理影像里面的这个空间的问题，让它更立体化，让它更帮主角、帮电影加分，我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这次的活动是有很多的学校，我们有8个学校，来自不同的科系，包括了建筑、室内设计、美术、影视创作。我觉得让这些学生有一个平台，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最近台湾电影的品质愈拍愈好，议题也愈讨论愈深。幕后的电影工课分工其实真有路。工作坊这届特别针对美术设计这个项目，邀请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黄美清，甲摕到年度台湾出奖电影工作者的质感师陈新发来分享因的经验。从发想、剧本、搭景，直到做质感，他们是一连串的，让到最后的打光跟摄影，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方式。最后再把道具陈设进来。所以就会看到我们整个场景其实是完全从木板
到变成现在很接近一个可以拍摄的场面。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课程，让学生亲手做，对实际状况有掌握，也培育出更较多上桥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这两天透东北风，伫北部、东北部温度的下降。过到了后，伫台南、高雄、屏东甲嘉义的山区会落雨，嘛爱细致单雷公透大风。下半晡天气变化三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有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